旦患上癌症，除咗喺財政上嘅支持，屋企人同朋友嘅陪伴、專業嘅支援都係好重要。今集我哋就請嚟作為照顧者嘅林秀儀同我哋分享。秀儀啊，你作為照顧者面對嘅壓力主要有啲咩啊？其實當時一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，第一時間面對嘅就係情緒壓力啦，再者就係呢個醫療資訊上面嘅混亂，治療嘅過程啦，可能會產生好多嘅費用，自己又驚自己會唔會負擔唔到啊，會延誤咗病患者嘅治療啊。其實呢條路好漫長，亦都好需要一個專業人士去幫我哋一齊分析，然之後陪我哋一齊行。我相信照顧者們咧都一定會可以努力咁樣繼續行落去。癌症患者同家人往往都要面對好多唔同困難，佢哋都需要專業支援，先至可以更好咁面對整個治療同康復過程。當面對癌症呢類危疾，困難絕對唔止喺金錢上邊。喺宏利，我哋理解到客戶需要嘅唔單止係財務支援，仲包括整個治療同埋康復過程中嘅支持同埋陪伴。喺財務方面，危疾保障可以喺確診之後提供一筆資金，幫補收入，應付日常開支，減輕因為暫停工作帶嚟嘅壓力。但更加重要嘅係額外嘅支援服務。宏利嘅領先健康支援服務好多元化，例如提供健康支援專線同埋癌症支援服務，更加會安排專業嘅醫護人員作為客戶嘅專屬健康支援經理，陪伴客戶應對治療同埋康復旅程。簡單嚟講，我哋提供嘅唔只係保障，而係一個專業團隊，喺客戶有需要嘅時候，同佢哋一齊前行。